台东县的南回公路经过达林、大武、还有太麻里三个乡甲台东市哦，因为沿路无休困站，在2022年10月，县政府伫上武渔港的附近起南回一站，予游客休困用餐。也毋过哦，经营要3档路，人甲店家煞愈来愈少，民众嘛真烦恼讲，敢会阁变做是网仔馆呢？伫咧南回公路海景第一排的南回一站，互人讲是全台湾上水的公路休困站。2022年，台东县政府征收2亿外起，外包予高速公路休困站厂商营运，包括盘洲旅馆加参1的单位，还有2楼的景观区，予开车游客休困食饭。不过营运甲单要3年啊，单位是愈来愈少，只敢剩3搭，120几个停车位也拢停袂满，拢无啥人。游客若来，拢是去便所啊尔。附近的民众担心讲会变做新的网仔馆。高速公路休息站的规格都没有厂商越来越少，所以要倒了。我是觉得这边的海岸线那么漂亮，真的吸引的地方太少。县府讲，南回公路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次经过，南回一站确实有公路公共休困站的功能。不过因为各路的旅客少，偏向阁欠工，业者经营困难，不过要求承包商积极招商。南人湖就是以增加各地的这个伴手礼来因应，另外我们也要求这个南人湖要尽速的积极的招商。当地居民讲，毋那是加招商，南回一站附近乃咱阁增加一寡景点，可能会当吸引更加侪游客。不过县府讲，这嘛是也无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